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家人有一间正特别的公益便当店，因强调的是妈妈的滋味。这是家扶中心为着弱势家庭所开的第一间的便当店。总铺甲员工拢是受扶助的弱势妈妈。像这个65岁金基阿嬷，本地是开面打饲3个孙仔，但是有血咯，面打嘛收起来咯。即卖透过家扶中心的帮助，伫咧便当店工作，毋若靠家己的双手继续来趁钱，嘛互阿嬷的好手艺温暖搁较侪人的胃。继续，咱就来认捌即间充满着故事甲温暖的便当店。家人闹区归路的二楼餐厅，早时9点对厨房内就闻到香滚滚的气味。酒香包裹用大火快炒，再来搁加上小压力的红椒粉，配伊炒一片红色的外皮。鸡排放伫油鼎内面煎甲白白叫，还搁一甲鸡肉冰面。把这鸡皮煎到金色的，就当下起来。今天单子稍微集中一点，所以就是我们一大早就出了80几块，快100多。就算订单订量啊，嘛袂乱吵吵。各位做铺师分配好工作区域，有的伫琉璃台咧底饭有这底菜，有的是伫甲四合边啊添倒一项菜，马上补起。每一个人拢咧工作，手拢无法度停落来。10点了，大家快点啊！拜五中昼总共接100外的便当订单，对饭阿嬷加上红青黄的配菜，最后还有主菜煎这鸡排、煎排骨肉，佮甲抹一点满香的红油，7项味齐全，充满日式火车风味的便当就完成了。这一箱20个。咱便当也搁饲新鲜，店长紧骑机车亲自外送。咧厨房内面这员工，其实拢是受家扶中心扶助的妈妈。伊2年纪上最就是伊。绿色有，这个是黄的，今天代表是黄的，这个是红的，这个是绿的，啊，这个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啊。65岁金基阿嬷，原本就是经营面店的生意，对餐厅工作真熟练。这每样菜拢是经过卡师用心做的。我们用心，他们也用心吃啊，吃得安全啊，所有妈妈的味道啊。食入嘴内，嘛感觉非常好食，嘛充满温暖的人情味。若是顾客食甲饱足，这对金基阿嬷来讲是上好的回报，因为因拢是来自家扶扶助的弱势家庭，背后拢有心酸的故事。卖完规工，下晡5点才总算收工。好，拜拜。啊，你家等于甲厝内偌久？好天气就比较快，坏天气就20分钟的而已。吃水饺，煎的、煮的、煎的，我们吃的很简单的。金基阿嬷才拄啊倒来到厝，都无用发落2个孙仔暗顿，享受这份天伦乐。你们去拿小碗啊，像我有时候我不舒服的时候，伊若听到伊就跟起来给你拍背哦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常常会好像。有时候好像痰，你那些年个大声，有时候那喘气喘不起来啊呢，好像喉咙有痰啊呢。金基阿嬷的翁婿甲后生拢过身去，6冬来家己请养3个孙仔，去年骑机车也阁出车祸，伊的倒手装铁片，搁也硬疼咧，忍疼做生理。
但是年纪大，身体嘛一直发出警讯，最后只好面大收起来，无奈停业。我那个胆就刚好发作，就是去开刀。开刀完，陈老师问我说：“阿妈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再找事做啊。2个高中的生活比较多，车马费啊什么都比较多嘛。再说高中也没有学校也没有补助那个午餐啦，都要靠自己啊，就是无法度。即马去底下做薪水虽然较少，总是较欠的就好啦。阿嬷的笑容变很多，就会关心一下阿嬷，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？阿嬷都就是练那个面带笑容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很好啊，我很开心啊。然后在这边做，很不一样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去店里看他，在厨房，阿嬷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做过厨房有冷气的工作。”阿嬷家真有笑容啊！一家伙细人伫家人这租厝所在相依为命，阿嬷的辛苦，孙仔拢看在眼内。把发管大汉了后，要趁钱斗分担。3个小孩真的也不太好养，3个小孩时间都很大，有的是我跟哥哥，所以随便一吃到是个300-400块吧，是蛮心疼的。一个老人那么早起来，正常来说这个年纪应该都是在家里看电视，不用做什么事情，可是他就是不敢放弃我们，就还是要养我们。那他这么辛苦工作，也是为了养我们。做完回家，然后一回来又要煮饭，很辛苦嘛。家有基金会开设的第1间便当店，就伫台湾上北的所在家人，而且号名叫做1950体母，是代表有缘有理。店内工作人员除了妈妈、阿嬷，也有一位少年的男性生力军。谢家属老当时咧用这灶卡来为了查甫囡仔继续杂招，不管是要变要炒，完全都可以袂倒。一开始只能雇2个，就一人只能雇2个，然后大家就会2个人站炉台，以前是这样，然后2个雇炉台也乱七八糟，就是因为太多菜了，然后又分太多东西了。23岁主文是来自单亲家庭，是家务中心登记辅助的个案，大学读表演艺术系，但是局长的工作不稳定，一直到家务中心提供便当店的课，伊的生活才出现转机。一开始都不会，我是9月进来的，对，9月才开始训练的，然后到9月中就可以开始自己站炉台，然后就可以自己开始编菜单啊，所以现在菜单是后面就是大家这样开这样，对啊。餐厅对联开始，手艺对头学起，经过1个多月培训，主文已经会晓家己上菜，唔但经发出现象，还阁设计菜单，兼顾营养调配。对，就很新鲜有学的东西，算是人生中这比较稳妥的一段吧。对啊，就是有自己的经济状况，自己的经济状况良好，不用担心钱，然后也不用担心什么事情这样，就是努力的在工作上。然后下班了就努力的休息，就很简单的生活。这是我们店内限定的红咖喱鸡肉套餐。原本是社会中弱势族群，无因靠着努力甲耐力，提起餐厅的营运，而且成功打响名号。而试营运的期间，已经袂少人来捧场。谢谢。除了接单外送，未来卖扩大提供店内服务。那我们会发现，从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，看到妈妈越来越有自信，那这个店也越来越好了。那我们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说，这样如果说这个店我们做成功了，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再展第2家、第3家，然后让我们在这边工作努力的妈妈表现，或者是自立青年表现比较优秀的，她将来可以当店长。他们自己来长一个店，那对他来讲是一种经济的收入提升，又活得更有自信。
69年来家父辅助真侪弱势家庭，互因鱼仔不如分吊竿这份工作这项专长，一个机会，一个舞台，互经济弱势家庭成员会当伫这个所在找回人生的轨道，用一出一出的美味料理，一个温暖的便当，回报社会，延续爱的力量。